离总统大选剩一个月，国民党的侯友宜赵少康今仔日去请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做因全国后援会总会长，嘛请到前副总统萧万长来做国政顾问团的总顾问，展现因那赢的团结。民众党的大问题是提出农业政策，讲要解决供电破坏产地生态问题。因那民进党的赖清德是去上山的朱会堂参拜，决心要来守护台湾的民主，祈求国泰民安。四人牵手画高呼展现团结气势。进前团讲，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负责担任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的全国后援会总会长，因果催切侯友宜加赵少康，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拜会王金平，王金平总算点头答应。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担任我们这一次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全国后援会的总会长，整合了所有大家能够团结的所有的力量。深化那样的团结，朱立伦也宣布由前副总统萧万长担任国政顾问团的总顾问。侯友宜也重申第一打早起、第二扫毒、第三逐步的打砸政策，强化伊政见的论述。因那边总统大问题是提出农业政策，建立农业要保障国家的安全，智慧农业要让农业异化，品牌农业要打造联合品牌，创新农村要鼓励青年农民返乡，农田共享要解决耕田破坏农地生态的问题。建立人工智慧专属的这种 database， 它还是要以台湾为范围。像那个农业大资料库，你知道，如果它有效运作，那为什么会高丽菜忽高忽低的价格？还有这个香蕉会生产过剩？国民党批评执政党的农业政策拢是野钱啊领，无长期改进的计划，也向选民发挥去哪力保台湾。在上中，并做下文团进行。民进党的赖清德是到台北的上山朱会堂参香。伊讲到，伊做台南市长时阵发生台南大地震，朱会堂全力协助。即马台湾面对着中国的威胁等挑战，大选要话，伊伫咧朱会堂呼吁爱购票、催票。伫社会形成美德美德，拄好赖清德和萧美琴，嘛是台湾的美德啦。敬请大家最后30几天，我们当继续台湾支持。赖清德并且强调，民进党的无分区名单排第一的是政权基金会执行长林月琴，伊长期关心交通安全，无希望再看到林行道出现交通意外失去性命。参香调整的行程是继续伫咧有关选情。记者综合报道。